20歲同埋30歲最大嘅差別係啲咩呢？一句講晒，由想要全部變成為識得揀重要嘅。20歲覺得世界無限大，自己乜嘢都可以試，就好似攞住張白紙咁，心急想要一次過畫滿晒所有嘢。但係到咗30歲，你先至發現時間先係最貴，你唔會再亂咁畫，而係捉緊手上面嗰支筆，淨係去畫最重要、最值得嘅嗰幾筆。20歲好似打機咁，可以隨時重開，錯咗就算啦，當交學費。但係30歲又唔同喎，你好似帶住啲隊友打排位一樣，身邊有屋企、有伴侶、有工作，輸一次唔止你輸，仲會影響晒成個團隊。20歲最怕孤單，所以要認同，要跟潮流，朋友越多代表自己越成功。30歲開始會問自己，其實我真正想要啲乜呢？你唔再追求長遠嘅熱鬧，而係珍惜幾個可以一齊靜靜地飲茶、講心事嘅老朋友。最後，你覺得自己仲係20歲嘅心態，定係已經到咗30歲嘅狀態呢？